聽住，就係咧你要有一個鏡像效應，你要有一個鏡像嘅模仿。意思係咩咧？模仿兩樣嘢，第一對方嘅身體語言或者手勢，第二咧就係對方咧嗰個説話。意思係乜嘢啊？人咧都會想中意同自己相似嘅人咧一齊嘅。例如咁啦，個個可能着西裝正常翻工咁樣啦，恤衫西褲咁樣。突然之間有一個人啦，衣衫襤褸，幾日冇沖涼坐低，咁一定必然就會格格不入噶啦。又或者調翻轉啦，成班可能平時翻工好 casual 嘅 T 恤牛仔褲波鞋，哇！突然間有個人煞有介事又打晒煲呔入嚟，亦都必然格格不入。人都係想揾翻同自己相類似嘅人咧，大家一齊。咁所以你好快咧，你就要拿捏啦。嗱，女仔咧拿捏咧比較易啲嘅。咁喺八字入邊啦，就有呢個金水命啦。我成日都話女仔咧，如果屬金或者屬水，金水命就會比較好啦。因為水點樣啊？水係柔情啊嘛，水流動性強啊嘛，所以咧女仔嗰個模仿力咧其實好容易嘅。